这个我会的维吾尔族朋友，看一下，你这个是大工还是小工啊？大工，多少钱一天300多？300、 ，300多。350吗？啊，中午管饭吗？我们自己吃。自己吃。看一下，这个活儿好不好干？好干。这位朋友啊，普通话说的还可以，最基本的人家能听懂，是吧？你那个时候上过学吗？啊，上过学没有？上学小学吗？还是初中？初中。啊，哎呀，这位朋友今年多少岁了34。 ？34。啊，34。几个孩子？一个女孩子，一个儿子娃娃，有2个孩子。2个孩子吗？上学了没？一个上学了，一个还1个月了。一个才生下来。一个是刚8月3号下来的。8月3号生下来的。好了。